生，善得此人生，复生佛家主，复生佛家主，今生如来之，今生如来之，犹如目盲人，犹如目盲人，什么会复或知，会助或知宝，会知或至宝，生持菩提心，生持菩提心，如是我何信？如是我何信？光老三就当把这些就你把这个搞了，想到了光了，都把黑兄弟这儿对文讲你的了，想错了，何人生此心？何人生此心？我亦逼人生，我亦彼人生，加害界乐园，加害界乐园，贵意乐园归尊。皈依乐园尊。好，你开了吗？现在？好，那我们开始因为以前一直有在讲这个普贤上师言教的课，中间我们就停了一段时间。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接着继续讲。那么今天接着继续讲的时候呢，我们就本身在我们讲任何的课，或者是看任何一本书的时候，我们必须得要知道的一件事情来说的话，就是那么他就是有著作这本书的时候，那么主要是这个著作者，那当然就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的，那么就是我们经常看的，经常在修持的，经常读诵的普贤上师言教这本书是巴珠仁波切著作的，所以呢，就是有一个怎么说呢？那个名字就叫那个助任五本，助任五本就是有5个怎么说呢？单位的一种分类。那么助任五本里面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著作者为谁，著作者是谁？那么著作者我们知道巴珠仁波切。那么巴珠仁波切方面来说的话，就是大家都知道，因为以前也是有讲过巴珠仁波切的列传，然后以后当然也是会能讲到的，而且呢，大家也是要看那个普贤上师言教书的时候呢，书本的最前面有巴珠仁波切的列传，那个呢就是平常大家看过一次也不够经常看的话，就是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大家都是怎么说呢？作为一个在一生的人生的方向呢，就是作为一个往修行的路上的一个人来说的话，就是尽量的看这些过去的高僧大德上师善知识们的这些殊胜的这种修行的一些故事跟他们的一些简解这怎么说呢？那个列传，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因为这个来说的话，就是第一个看这些书圣的，就像巴珠仁波切同样的那些上师善知识们的故事的时候，那么第一个能够可以进入会产生能够可以进入法门的这种信心，然后中间呢就是能够有身体能够要坚定的心对佛法跟对这个传承的这种信心能够可以身体坚定的信心，然后最后也是得到能够真正的要精进修行的这种勇气感，有精进修行的这种想法，而且是有这样的很多的帮助，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多看。但是今天呢，就是在这里不会对怎么说呢巴珠仁波切的这个他的这个介绍方面，我们就今天就不再
做更多的介绍，因为就是我们要继续要讲所以第一个是著论5本里面的第一个是这个书本是主要是谁著作的，谁写的。第二个呢就是与何处书记，与何处书记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现在尤其是现在的很多的修行人来说到，就更要知道这个内容，这个道理。原因是什么呢？过去的所有的佛的弟子嘛，不管是在印度的也好，不管是在藏地也好，无论主要在佛教的地方，任何一位高僧大德，任何一位佛教的怎么说呢？学者著作的书本跟这些全部都是有根据的。根据是什么呢？都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释迦牟尼佛的教法，都是在经典里面以及在释迦牟尼佛的教言当中有所记载的部分呢。那么就根据自己的用自己的智慧，就是每一个不同的时代，每一个不同的弟子的需求，所以呢就是把它能够可以在那个贯穿成为一本书那么可以能够为了能够可以更方便修持学习的一个方法，所以就是写下来的。就像如菩萨行论是那个如菩萨行论作者的名字翻译成叫什么？那个中文里面寂天菩萨寂天菩萨，对，寂天菩萨所讲的一样的。寂天菩萨也是说，他讲如菩萨行论的时候，他就说这里也没有什么过去没有发生过的，也过去没有说过的，也过去没有讲过的什么内容，他也是这样说。因为这是什么意思？本身就是在佛经里面有记载的，佛已经讲过的这些重点跟这些精要取出来，那么变成一本书的时候，那么它就是分很多层次。第一个从发心到皈依，从皈依到发心，前心后心正心，就等等这种很多的方面。所以就是巴州仁波切写这个普贤上师言教这本书也是同样的。那么就是他从这个里面的所有的资料跟所有的内容从何处收集，那么这个部分来说，大圆满的法里面，大圆满是有640万论点中的精髓大圆满所有的那个经典是算起来有那么多的经典，但这些所有的里面的内容精髓经典精髓全部都是聚集在一本书里面，就是普贤上师言教书里面。如果一个人就是要去看大圆满的所有的书本的话，那么就640万论点都看不完一个人的一生当中，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那么高的智慧，也没有那么多的精进心跟有那么多的时间跟福报，所以把所有的精髓呢，就是这些已经是得到成就的这些上师们，把这些所有的精髓全部都是集中在一个书本里面或者是一堂课里面，那就是非常殊胜的。而且巴州仁波切就有说这个书本的名字叫普贤上师言教。普贤上师是谁呢？就是他的上师，他的上师是基美迦维纽格。基美迦维纽格巴州仁波切称他为就是普贤王如来，所以叫普贤上师。为什么前面有个普贤2个字？他称他自己的上师是普贤王如来，普贤王如来以及他的上师两者之间来说到，就是一切从怎么说呢？那个怎么说呢？一行都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就是无二无别的。所以就他的怎么说呢？那个概念也可以说是他的信心，他的这种静观，他对上师的信心，而且是完全达到了，就是他把自己的上师可以当作普贤王如来一模一样的
丝毫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分别念，心里把那个普贤王如来呢当作法身佛，那么把自己的上师呢当作是一个入生的一个人啊，这种的分别念，我们正常的所有的人都是一定会有这样的分别念。从实践的角度来说的话，事实也是如此。但是呢，他已经是成就到，也可以说是他的信心或者是他的这种静观心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他就是明见了真正的上师的一切功德，所以呢，他就写普贤王如来和他的上师无二无别的。所以呢，他写的这本书里面，他也并没有说我写了一个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些法语或者是特别的，都没有这样写，都写普贤上师言教，没有任何自己的意识跟自己的想法去掺杂上师的意愿，所以他把上师怎么样子讲给他听，然后他就一一的写下去的。他跟一些弟子共同发心，然后很多弟子就是劝请他，帮他怎么说呢？劝请他著作这本书，然后所以呢，他也是最后发愿在左清寺的这个文殊洞里面他就是著作圆满的。那就现在的很多的学者跟过去的佛教的学者，相当于是不同的地方，也是在这里啊。现在的很多学者，如果是写什么东西，一定会说我的特色，甚至一些历史过去的一些历史背景全部都删掉了以后，那么都是说我自己的特色，肯定不会说过去谁的言教或者是什么那么就是吉天菩萨所讲的一样，我没有说任何的曾经没有说过的一句话，这里面的内容都是本身原有的。吉天菩萨就是如菩萨行论也是有这样说的，那就是宝珠仁波切写这个普贤上师言教也是如此。同样的，他说普贤上师言教，而且是在这个书本前面有写嘛，他的那个著作的那个怎么说呢？实验的时候，著作实验里面有些，他是尽量所有的这个上师的言语全部都要写下来，这里面没有掺杂任何我自己的意思。所以就他的收集，那这个的，但是他的上师是谁？金美迦维涅槃。那金美迦维涅槃的上师是金美林巴尊者。那么大家都知道金美林巴尊者那是多么殊胜的一个大圆满的上师。那么金美林巴尊者就是有康区的4位大弟子里面的，那么就是金美迦维涅槃是其中一个。所以非常殊胜的，不是说是特别遥远的一个传承，所以我们这个传承来说的也是非常接近的，也是一个非常亲近的传承。然后大圆满七宝章，大圆满七宝论的精华由与莲花生大师以及波玛拉米扎两指所讲解的有续传以及儿传，那么就是有传承的方面，就是佛陀行义传，然后就是持密表示传，然后波特切罗口二相传，以这种就是有怎么说呢，那个传承的一个分别嘛。那么这个我们的传承来说的话，就是以莲花生大师，然后就布玛拉米扎等等这样的传承续传下来的。那么就是这个拍戏，它的拍戏来说的，就广大板赤大的这个拍戏的讲解，以及圣于古萨利拍戏的心水记上下心底集特别是弄清心底法。那么这个里面来说呢，就是又是有前心，又是有正心那么在这个又是有怎么说呢，那个闲的方面，又是有密的方面，所以就一切都是圆融的，非常殊胜圆满的一个这样的一本书。
多年你不找那帮月景，一个南就完了这个夜，日本做人这刚。